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太林埔也是一地连高雄人可能如无马熟食的蔬菜，也只个替高雄市手工封批头回顺。46年前，政府变天临海工业区过后，太林埔的原名路屯工业到无人淘汰穷下。70年代，中央地方政府穷下宣布讲，为了照顾居民的空间，做到基础正义，而屯太林埔前村沿岸驶走，讲普查有900万多的村民陆行离开。不过，实际新闻才发现，太林埔人对前村有归都式的义务。有当地人的隔壁庄父母讲，40年前前村过后，不单止去路边啊稀稀散散，还有许多人因着埋伏霸占。太林埔人如受骗呢，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么？它是一种楠树的树皮，磨粉之后，它沾到水就有粘性。所以它我们这个香都是很天然的。南台湾海巡的总头太林埔有研保留手工做香工业金项店，头一台的店主林朋友，贵小毕业过后去东港学做香，虽然传统的手工做香原来也无人爱做的，不过听一台的林分裂，还是过业界的对阿爸手工接下也长也白。三分嘛是要有技巧。三分三料后，它的香汁的粗细就很均匀，有大细颗。手工做香搭铺都系功夫，也下边人要求环保，连分力应强调，自家的产品原料天然，烧香对原生的空间无负担。我父亲他研究的配方，它都是纯天然的中药檀香去调制而成的，它也是东方文化的合香技术的精髓。听到阿爸做香的林分力，用的也冇想到会有建议爱整治救费，保费加严。事情爱对前员工起事。2016年12月，旗下的高雄市长陈菊邀请行政院长同太林埔乡亲针对前村议题来磋讨。如果要迁村，未来各位每一个人的整个的生活的品质，包含各位关心的居住的房子、土地，以及有没有权利能够居住，这部分都要从优考虑。所以从优考虑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比现在要更坏。太林埔提高雄市手工封批条沿海地区，包含丰田、丰盛、丰田、丰田、丰田6峰6站地。46年前，政府变天临海工业区过后，总由太林炼油厂、台田太林发电厂、总共屯台船厂区流出落来临海工业区，韩国下游的业者总共为500间石化工业业者，800人期的沿海，同225公顷案发的太林埔不也必等。空污问题就变做今年新冠头度的案样。我国爱因为空污来迁村，林分裂就认为还唔当好好来解决空污问题。我们如果追根究底啦，高雄市政府一开始以空气污染的一个借口，说要把这边的居民迁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其实以整个大高雄来看，空气都不好。那你政府其实他只是想要用这块地去做经济、去做工业。那该不该迁村？我是觉得说，如果工业它的污染能够改善，真正的去改善，迁不迁村其实都不是问题。2年前林权的时候，跟我们说污染，因为这边污染不宜居住，所以要离开。那如果污染不宜居住要离开的话，他为什么不先把污染解决呢？那个污染放任它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哪有说污染不解决的话，把你迁走？不是安尼吧？你们要用这块土地，你就故意说这边环境不好，你有
有那个责任帮我们迁村。我请问高雄市政府在这个附近哪一个地方空气品质会很好？所以5+2政策，你明明就是5+2政策，政府需要这片土地，你硬把扣这个帽子，说大林埔自己人要迁村。去年8月，高雄市政府完成大林埔迁村体改团纪念普查，不求上给民众赞成。高雄市用专案方式提出，诉讼干提1坪分1坪，韩国计划用全新的重建架势来补偿，同时宣告迁村今日初批改团。迁村的案例共计有样有价，实际向民众跟业户31000刀。其实它普查有很大的瑕疵啦，它是用没有所有权状的在地的人去稀释有所有权状的这些居民。其实到最后，调查完之后，在房屋的估价、查估的方面，他那次的说明会之后，其实就很多人都已经后悔了，因为政府已经跳票了。他的房屋已经没有办法盖回原来的大小，那甚至于你的土地太小的，他也不让你加购，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盖房子。所以其实是有一点被政府误导了啦，因为你这边是要做工业区、要发展、要赚钱的，你不应该再牺牲这边的居民的居住的权益。因为他意愿普查一个一个普查的时候，你有回答。你有回答这个迁村案要不要，他就会把它列入你知道了，你愿意。但是我们后面写的是，我们愿意，但是要条件明确，我们同意，我们才愿意。但是当然你一定是全愿意啊，所以这些做起来是比较高啊。阮伫遮安居乐业吼，安尼过日吼，真正足好诶。咱若讲你迁村的迁得好就好，若迁得无好咧。阮厝阮爱做去食呢，阮阿门港一个案例啊呢，自杀的介多呢。阮公那遮就吊死一个啊，阿门港有咧跳自杀的，真正足多啦。11年前，甲别中条父母讲迁村过后，按动人自杀，就像曹炳义的事情样起。父母讲文化协会理事长冯新慈指论弄败父母讲的母亲，讲等结合被中度的产业有机发展呢。这个全部都是养虾户，这个全部都是养虾户。50年前，政府为到要扩建高雄港天意港口，展开父母港18003人的迁村作业。经过40年、97年，能赛道压下中环路200的素材，台风山区南镇里、前镇区民镇里，父母港的信用中心非封市未赛道封山。没有都含保留的结合为父母港迁村之前家户分布的地图，不过结合为长期班接受实体迁村，让一般人先出2000里块，因为迁村人牺牲下来，係改到父母港人一生人的遺憾。民國85年以前，石頭口伫阿門港，你就有資格2個資格，2個資格，頭一個資格就是講，你內面領錢150萬。實際上150萬吼，買無一間會間啊啦，你若要登記土地，2選1，登記土地袂使領錢，領錢袂使登記土地，26坪吼，伊一坪賣阮4萬幾，伊甲阮徵收的地坪1坪嘛甲阮徵收1萬幾塊爾，講起來吼是一個無公平的待遇啦吼。因为你这个土地，毕竟你就是要，唔是公用地，你是政府要趁钱要营运的，你刻薄阿门港人，阿门港人负债歹有债人足济呢，因为人伊是遮无欠人啊，出去大家嘛爱骗有债，因为伊是讨海人，你无工作辅导、技术转移，什么都没有，你讲无，要阿门港人自生自灭烧香嘛。
全部都散掉了啊！啊，有很多就是出来买房子，但是当初就是贷款2年3年，我缴不出来了啊，又工作又没工作啊，哦，你没办法缴贷款嘛，所以就又法拍了啊，很无奈啊，没办法，真的，百姓的辛酸哦，政府看不到了。父母宫文化人气嘅人客，逢夜刁難家行嘅，sau那咧係父母宮嘅吳村文化做超模係咧，父愛期由先起做到像老師嘅屋嘅，屯中度老屋嘅存下來嘅表，留本後代嘅子孫看到兩擺父母宮嘅樣嘅。本來是講歸棟甲移居遮來較有意義啦吼，但是移頂人就歹呀。像這棟厝太原這棟厝已經頭100年以上啊，吼。太原是姓王，哦，有繼續保留，咱就甲保留起來，哦整棟房就沒有辦法移過來，是很可惜啦。父母宮總頭因為遷村死生，嘅世界中度經濟條件各冇為宜，就搬到各區每個便宜嘅太林埔，萬啲10餘年後又再個面臨遷村嘅命運。我喺崇明路以對父母宮嘅只個遷村出來。毋過近70公尺嘅，伊迄講啊，在100個遷村，講有樣嘅，伊個老人家伴隨伊老輩係，適應伊個環境嘅時節，無咁簡單。哦，像阿公阿媽啦，因父母講嘅遷村出來以後，互因即個行出來，3更半夜行出來，啲英文也老講，話老誒，當時要轉去安門港，哦，後擺談到阿機話，冇就是叫我。下來哦，幾艱苦嘅心情啊！馮正德未係搬到太林埔嘅父母宮人，兩擺一定出海內容嘅5船，出海賽到豐皮條港口，講到遷村以用過來人嘅經驗評估，也係俾條件算唔會老，唔過限擺改變冇就該難講嘅。市政府來說明會的時候，就是土地以1坪換1坪的土地，這樣是可以接受。那房子。就是以新的那個造價，哦，來估價你新的房子，但是說話算不算話還是一個問題啊，哦，到時候反正不一定要是變來變去啊，政府的政策就這樣子嘛，你不管什麼哪一個黨派都是一樣這樣子。遷村是個現代有少多多嘅問題，生意前到，無論係土地或嘅分配，付出也係補償，係唔係有公平，也係社區鄰里關係，用嘅維持，居民嘅生活問題，都係太林埔人一定關心嘅事情。隔壁總頭父母宮遷村悲慘嘅事情，就還記到清清楚楚。韓國一直冇看到政府嘅遷村計劃書，地方嘅鄉親用嘅唔係食片嘅，再個發生像父母宮嘅事情咯。